今仔日早起，咱先赶紧来关心总统赖清德邀请在野党的主席明仔去总统府听国安简报。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还未讲伊敢会出席，也那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嘛质疑讲，这哪亲像是找在野党去听报告，互人感觉真感慨。总统府展会是公开迄一天的流程，讲总统会专程参加，而且过程是无公开。由于这内容涉及高度机密，因此这次国安简报将采取全程闭门进行。总统府公布10月邀请在野政党领袖到总统府来进行国安简报的流程，有定9点入场，赖总统进行简短开场了，随进行会议。总统将全程参与，展现最高度慎重与诚意，以礼相迎，以诚相会。另外，为了促进朝野政党坦率真诚沟通交流，原先议程就已经有规划综合讨论。欢迎在野领袖在综合讨论中进行对话。伊伫抗争，民众党强调，总统府秘书长范明安10个有敲电话沟通，总统府规划开始的总统接见，即个那赖总统致辞，后边国安全部加综合讨论阶段拢是闭门无公开。刚之前总统讲，坦白精神性与交往意见有差。那如果会面又没有机会促成正向的交流，那是不是只剩下政治的算计跟角力？即便我们不确定这次赖总统的邀请到底是带着善意，还是充满政治算计的恶意，我们愿意以开放的态度来面对。总统国安简报议题不设限吗？黄国昌强调会用上开放的态度继续沟通，严过无讲是毋是会参加国安简报。因那国民党讲，甲总统府沟通了后，有得到正面的回复，这嘛是等总统府正式发出邀请，强调党主席朱立伦是正面看待这件代志。公司新闻综合报道。